歡迎嚟到枕邊閱讀。公元262年，洛陽東市刑場，3000名太學生跪地求情，只為挽留一位即將被處決嘅犯人。呢位犯人神態從容，臨刑之前，佢向人索取一把古琴，就咁喺刑場之上彈奏出一曲千古絕唱《廣陵散》。曲中之後，佢拎咗一句：廣陵散從此絕矣。隨後從容就義。呢個人就係竹林七賢之首支康。呢個時代係中國歷史上最荒誕、最血腥，卻又滿載極致浪漫與美感嘅偽造南北朝。而記低呢個年代名士風骨、狂放與悲歌嘅經典名作，正正就係世說新語。今日我哋一齊徹底讀懂呢部奇書，還原歷史真相，睇清韋蚌名士如何喺刀劍威嚇之下，用一生演同屬於自己最後嘅自由與尊嚴。想要讀明白世說新語，首先要將目光投向呢段被歲月塵埃淹沒嘅魏貢亂世。一般朝代更迭之中，三國歸降只不過係一個普通歷史轉折點，但對於天下文人讀書人而言，咪族簡直係一場前所未有嘅精神大地震。自從高平陵之變發生之後，司馬氏家族用殘忍又虛極嘅手段奪取咗曹魏政權，整個中原大地從此陷入白色恐怖。掌權者一邊高舉儒家忠孝禮法嘅旗號，一邊大肆砍除不願意順從嘅名士。呢個朝不保夕、政令反覆無常嘅荒廪年代，令到生命變得異常脆弱。面對極端嘅生存危機，當時嘅文人不再執着於傳統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嘅遠大抱負，轉而回歸內心，探索靈魂嘅自由，追尋屬於自己嘅審美境界。由此就衍生出一個千古疑問：司馬昭為何非要置一位隱居竹林、彈琴打鐵、手無寸鐵嘅文人支康於死地？支康之死又點解會成為整個維族文人精神世界崩塌嘅標誌？要解開呢個歷史麻鎖團，就要睇透司馬氏政權背後虛極嘅統治邏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篡位，路上殺戮無數，名不正言不順。為咗穩固政權，佢哋大力推崇以後治天下嘅名教，用繁倫禮節同道德條文束住人心。但凡有人質疑呢套虛假禮法，都會被扣上不忠不孝嘅罪名，隨時面臨滿門抄斬。而支康身為曹魏宗室女婿，才學蓋世，更係文章之中公然提出非湯武而薄周孔，越明教而任自然。佢主張摒棄虛匪嘅道德教條，回歸人性本真。呢種高潔又執着嘅精神追求，對於靠假人假意立國嘅司馬氏政權嚟講，不單單係醜陋，正是最大嘅威脅。支康嘅離世，正是明教對自然最殘酷嘅鎮壓。支康死後，為咗一眾名士陷入集體恐慌與精神幻滅，佢哋終於明白，喺暴政底下頭腦清醒、堅持本心，本身就係一種罪過。為咗避開政治迫害，眾人被迫選擇旁人眼中瘋癲怪異嘅生存方式。有人終日尋冬走鄉，裝瘋扮傻；有人當街袒露，身困不顧禮教；亦有人數月不沐浴，隨意崩室談笑。呢一切並非集體失常，只係佢哋面對血腥政治屠殺，為咗保存性命不得已做出嘅痛苦告裝。講到呢度又會產生另一個疑問：既然呢個年代混亂又殘酷，百幾年之後，南朝宋嘅臨川王劉義興為何要耗費大量心力，召集天下文人編寫一部專門記錄呢班怪人言行嘅書《劉義興編纂世述新語》？背後同樣係一個動盪殘酷嘅時代。雖說佢身為劉宋皇室，貴為臨川王，但所處嘅朝堂鬥爭異常好顯。劉宋宗室內鬥不休，皇帝多疑專斷，不論功臣抑或皇族，隨時都會惹嚟殺身之禍。劉義興滿腹才華，卻深深感受同衛道名士如出一落嘅孔飆，亦看透咗生命無常。佢深知係君主眼皮底下展露野心與才幹，無異於自取滅亡。於是佢寄情文學，廣納文人合力編撰《世說新語》。呢部書表面上只係記述前朝名士嘅冷事閒談同清談，實際上係劉義興為自己鋪設嘅安全退路。往深一層睇，《世說新語》亦係劉義興對嗰個滿載風骨與尊嚴嘅舊時代致以最深摯嘅敬意，同時亦成為佢與當代文人嘅精神避難所。全書分為36門類，由德行言語、正事係文學，再到雅量狂慣、傷逝假欲等等，扭如一張精神地圖，完整記低咗呢群獨特嘅古人面對荒誕命運之時，如何用生命與審美完成自我救贖。想要理解書中名士種種怪誕舉止，就要回到呢段歷史最血腥嘅起點。公元249年，
高平陵之變。當年年如古稀、周病在床嘅司馬懿突然發動政變，趁住曹魏大將軍曹爽陪同皇帝前往高平陵祭祖之際，出兵封鎖洛陽，一舉奪取大權。呢場政變不單扭轉咗曹魏國運，更徹底打碎咗康熙以來讀書人對政治道義、誠信中談嘅最後一絲期望。政變初期，司馬懿為咗慶幸曹爽，曾經對住洛水立誓，只要曹爽交出兵權，必定保存佢同族人嘅性命與家產。曹爽信以為真，放棄抵抗。得知司馬懿大權在握之後，即刻撕毀諾言，將曹爽一黨，甚至連襁褓之中嘅嬰孩都不放過，一律真滅三族，罹難者多達數千人。古人向嚟重視信義，司馬懿落水立誓，轉眼背信棄義，趕盡殺絕嘅行徑，引發咗一場空前嘅盜賊。當地名士們心寒不已，世間最無渣、毫無底線之人，竟然搖身一變成為一國之主。儒家講求嘅信義與天道，喺司馬氏嘅屠刀面前更為天大嘅笑話。司馬懿過身之後，其子司馬師、司馬昭變本加厲，大肆清洗反對勢力，亦都有咗後世人人皆知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年僅20歲嘅曹魏皇帝曹髦無法忍受司馬昭專權欺凌，率領數百名太監示威高喊呢句話，打算親自討伐。可惜呢場悲壯嘅反抗，中途就被司馬昭心腹齊沖、成濟阻截。成濟當街用長戟刺穿皇帝胸膛，一國天子竟然喺都城鬧市之中被當眾董殺。呢件事將權力最野面、最赤裸嘅一面暴露無遺。當年皇帝都可以隨意殺害，道德與律法當然無存。身處亂世嘅文人，又該如何安放自己嘅性命與靈魂？司馬氏政權最令人不齒之處，就在於一邊大肆揮舞屠刀，一邊竭力鼓吹儒家明教，亦即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道德規範。佢哋標榜以孝治天下，藉住孝引申為對朝廷嘅忠，強迫天下人對呢個篡位政權絕對服從。當時嘅氛圍壓抑到窒息文人，哪怕講錯一句說話，又或者不及時表達效忠，都會被扣上敗為明教不忠不孝嘅罪名，隨即招致滅族之禍。西蜀新語裏面嘅一眾名士，就係喺呢種步步驚心嘅環境下，如履薄冰咁生活。面對虛偽嘅明教，以知康遠直為首嘅竹林七賢，選擇咗另一種反抗方式，高舉越明教而任自然嘅旗號。喺老莊思想之中，自然代表天地萬物最真實、純正、毫無舊色嘅本質。名師們認為，司馬氏推崇嘅明教虛假僵化，只係為暴政服務嘅工具。唯有回歸自然、順從本心，先可以保存靈魂，亦都係對虛偽政權最深層嘅反抗。明教與自然嘅對立，正是西蜀新語裏面所有名師奇行異舉嘅思想根基。司馬氏手握兵權，卻始終擔心政權名不正言不順，極力想要拉攏聲望極高嘅竹林七賢。司馬昭屢次派人籠絡知康，又想同阮籍聯姻，甚至強迫佢哋入朝為官。喺司馬昭眼中，倘若連呢班傲骨立觥、不向世俗低頭嘅名士都願意為自己效力，就等於證明咗篡位合乎天道、順應明教啦。亦都解釋咗為何呢班隱居竹林飲酒長洗嘅文人會成為司馬昭最想收服，亦都最慰問嘅對象。名師們嘅拒不合作，就係對司馬氏政權合法性最致命嘅否定。明教與自然嘅較量落喺竹林七賢身上，化為一段用生命同風骨寫就嘅傳奇。佢哋拒絕妥協，不肯屈從，喺竹林之中飲酒清談，視長子，用狂放對抗虛偽，最終亦都迎嚟咗殘酷嘅結果。知康刑場冷琴，曲廣陵散成為絕響。阮籍連醉60日，推卻司馬昭嘅聯姻提親。下一章節我哋就撥開歷史迷路，細數竹林七賢嘅故事，睇下佢哋如何喺死亡陰影之下堅守自由與尊嚴。翻開西蜀新語36門走進呢群活蓋狂放卻又風雅不凡嘅古人世界，就會發現呢部書絕非單純技術閒談談嘅事，而是一部寫喺刀光劍影之中嘅偽古思想史。第2章，我哋就深入拆解書中隱藏嘅歷史真相，睇下司馬氏奪權陰影之下，名師們如何喺明教與自然之間苦苦掙扎，睇下世人眼中離奇荒誕嘅行為背後藏住怎樣高貴嘅反抗。揭開高平陵之變後，威電名士最真實嘅靈魂骨架。當政治風暴直裝洛陽，名士們對虛偽明教嘅反抗，最終凝聚成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耀眼符號——竹林七賢、西蜀新語任丹、
記載陳留阮籍跟過支康河內三隊生人年歲相戰，再加上配過留令陳留阮含河內向收郎車王勇，七人時常相聚竹林之下暢飲閒談，不受世俗禮教約束，後人便稱之為竹林七賢。當年佢哋嘅風采名滿天下，時至今日依然被後人傳頌。但大家有冇諗過，呢片看似與世無爭嘅竹林，究竟係真實嘅逃生之地，定係名師們為逃避政治清算搭建嘅精神避難所？面對強大嘅政治壓力，支康選擇奮力對抗，阮籍卻仰狂醉酒，隱忍求生。兩種截然不同嘅人生骨架，背後藏住點樣嘅人格魅力，又暗含幾多時代悲劇？想要尋找答案，先睇竹林七賢之首。支康細說身與用字之中，對支康嘅儀容風采有極為生動嘅描寫。支康身高7尺8寸，換做現今尺度超過1.8米，風姿俊朗出塵，見過佢嘅人都讚歎佢瀟瀟肅肅爽朗清舉，亦有人形容佢叔如松下風高而隨人，好有山黨。亦曾講過支康企立之時，穩如獨立天地間嘅棗勁孤松，醉酒之際又似巍峨玉山將要傾倒。如此風華絕代嘅名士，卻不願意將一身才學奉獻極靠陰謀與實力上位嘅司馬氏。為咗拒絕司馬昭嘅拉攏，支康隱居山陽，同好友向秀一齊喺樟樹底下打鐵為生。喺當時士大夫眼中，打鐵係最粗鄙嘅體力活，但支康卻樂在其中，飛動鐵路，敲打實熱嘅鐵塊。呢種看似自橫身價嘅舉動，實際上係佢最高傲、最堅決嘅態度。我寧願係樹下揮汗勞作，亦絕不踏入你哋嘅朝堂，穿上官服同流合污。後嚟司馬昭身邊才學出眾，卻有心高氣傲嘅貴公子鍾會，帶住大批隨從專程前嚟拜訪。鍾會本想藉此展示自己嘅權勢，都嚟知支康全程埋頭打鐵，連一眼都唔望佢。鍾會先假企立多時，見無趣便轉身離開。呢時支康先停低手頭活計，冷冷問道：何所問而嚟？何所見而去？鍾會滿心惱怒回應：聞所聞而嚟，見所見而去。呢段簡短又冰冷嘅對話，被記錄喺細說身遇簡怒之中，是顯露咗支康一身傲骨，亦為佢日後招嚟殺身之害。鍾會回去之後，向司馬昭進忠言，稱支康喺前藏嘅糟龍，絕不能留，必須盡早誅除。司馬昭本就一直想除掉呢位不肯歸順嘅曹魏女婿，順勢接另一個案件，將支康打入天牢，判處死刑。行刑當日，3000名太學生齊集現場，跪地求情。世人都以為呢場聯名請願可以救佢一命，都嚟知反而令司馬昭下定趕盡殺絕嘅決心。原因好簡單，3000太學生同心求情，足以證明支康喺天下文人心中有舉足輕重嘅號召力。身為上位者嘅司馬昭，最遺憾就係有人擁有如此龐大嘅民心與影響力。一旦釋放支康，就等於承認公理道義站喺朝廷對立面請願，最終成為咗壓垮解放嘅最後一根稻草。公元262年，洛陽東市上演咗歷史上最悲壯亦最動人嘅一幕。支康抬頭望咗下太陽，知曉行刑時辰將至。佢神色不變，向官員索嚟心愛古琴，喺刑場之上從容彈奏《廣陵散》。呢首樂曲滿含殺伐之氣與反抗精神，相傳取材自戰國正刺殺韓王嘅故事曲聲宗旨。支康能琴掌得。袁孝尼曾經想跟我學呢首曲子，我當初執住唔肯相收，從此《廣陵散》於世間注意。支康離世之時，年僅40歲，佢不願將樂曲流傳後世，並非自私，而是佢深知，倘若世間文人都向殘暴虛傑嘅政權妥協，丟失獨立風骨，呢首代表反抗與高潔嘅樂曲留低，亦只會淪為凡俗韻物，再無意義。佢用曲絕人亡嘅方式，向呢個荒蕪時代發出最後嘅抗爭。同為竹林七賢核心人物嘅阮籍行，選擇咗另一條更痛苦、更無奈嘅求生之路。阮籍本有匡扶天下嘅抱負，眼見朝堂血腥殺戮之後，只能借酒消愁，裝瘋避果，保存自身。司馬昭一心拉攏阮籍，打算讓以至司馬炎迎娶阮籍嘅女兒。旁人求之不得嘅權貴聯姻，阮籍卻連續大追60日，始終不成人事。前嚟提親嘅媒人冇從開口，只能無奈退返。司馬昭最終明白，阮籍係用醉酒嘅方式堅決拒絕呢門親事，唯有作風。而司馬昭始終唔殺阮籍，皆因佢知曉阮籍為人賓臣，縱使行為放浪，卻從不隨意評論朝政、褒諷人物。阮籍用酒精將自己同政治完全隔絕，
而司馬昭亦需要保留呢位名聲在外嘅文人，充當門面，隱狂醉酒，曲意求生，背後卻是阮籍靈魂深處無盡嘅煎熬。細說新語任誕記載，阮籍夏烤要過世，居喪期間，佢卻喺司馬昭嘅宴席上面公然飲酒食肉。講究禮教嘅師弟校尉何曾勃然大怒，當場要求司馬昭將阮籍流放邊疆。司馬昭卻為阮籍辯解，稱佢哀傷過度，身體虛弱，喪禮之中因病飲食本就合乎規矩，世人都誤以為阮籍不孝，敗壞禮教，真相卻令人動容。當阮籍聽聞夏烤有離世之時，正同他人對弈，佢強忍悲傷，堅持將其局下完，隨後一聲痛哭，嘔出數升鮮血，差點喪命。佢居喪飲酒食肉，並非無情，而是看透咗何曾一類人，滿口仁義道德，暗地裏卻幫助司馬氏篡位殺人，先係真正嘅偽君子。阮籍用爭塔虛假禮教嘅方式，守護內心最真摯嘅性情，但妥協生存代價極其沉重。司馬昭即將進爵告皇，接受九殺之祭，朝廷強迫阮籍撰寫勸進表，也就是訓准司馬昭奪位稱帝嘅文書。阮籍無力拒絕，唯有飲酒大醉，含淚寫下呢篇違背畢生信念嘅文章。成文之後短短1-2個月，阮籍便飽受內疚與絕望折磨，追隨支康而去。每當阮籍醉酒酒腹，每當佢深夜難眠，寫下隱晦嘅周懷詩，內心嘅痛苦與掙扎實在難以言喻。兩位天才自然不同嘅結局，道盡咗威當名士靈魂深處嘅悲歌。西道建立政權更迭，後嚟國破家亡，名士們嘅風骨與哀愁又會如何演變？第4章，我哋一齊走進東道，細聽新廷對泣，細品謝安棋局，見證亂世名士精神嘅最後絕唱。公元311年，西邊爆發永嘉之亂，匈奴大軍攻破洛陽，大肆屠戮，西邊就此滅亡。中原陷入漫長黑暗嘅五胡亂華時代。為咗逃過戰禍，大批中原士族文人老同家人紛紛南渡長江避難，呢段歷史就稱為衣冠南渡。呢班從中原而嚟嘅名士，抱抱保住性命，卻始終非之，不退國破家亡嘅悲痛與無奈。細說新語言語，記低咗一幕千古動人嘅場面。南渡之後，名士們時常相聚於健康城外嘅新亭，一日大伙坐喺草地上，望住滾滾東流嘅長江，有人慨嘆風景不殊，先自有山河之意。意思係眼前風景依舊美麗，只可惜呢片土地已經唔再係從前嘅中原故土。一句說話戳中咗所有人嘅傷痛。眾人望住滔滔江水，悲從中嚟，相對落淚，哭聲響徹江畔呢，就係歷史上著名嘅新廷對泣。當年洛陽刑場，3000太學生為支康落淚，象徵住士人精神第一次崩塌。而新廷之上，名士們相對痛哭，則代表整個士大夫階層陷入執題幻滅。當眾人都如呼流一般沉溺哀傷，無力自拔之時，名士周流挺身而出，厲聲喝道：當共六列往事刻苦神州，何至作楚秋相對恰？呢一番話好似春雷劃破陰霾，掃走咗滿場崩廢哀傷，亦肯醒咗眾人心中嘅擔當與骨氣。與其一味好切，不如同心合力，護住朝廷，收復中原故土。呢句吶喊成為東國立國矢志不拔嘅精神起點。東國偏安江南雖暫時立足，卻始終內憂外患。朝中權臣作亂，北方強地虎視眈眈，國運隨時岌岌可危。喺呢種終日驚惶不安嘅環境之下，東共名士鏈就出一種獨特又高貴嘅精神境界——雅量。所謂雅量，就係面對危難、變故甚至生死考驗，依然能夠處變不驚，神態從容，並非單純嘅高傲，而是亂世之中文人守護內心平靜、維繫生命體面嘅最後防線。而將雅量發揮到極致，甚至憑一己之力挽救國運嘅，就係東斗謝氏一族嘅核心人物。謝安公元383年，前秦君主苻堅率領號稱百萬嘅大軍南下伐，揚言投鞭斷流，一心有依舉消滅東斗，一統天下。戰訊傳嚟，東北全國震動，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人人都覺得末日將至身。運征主書嘅謝安派遣弟弟謝色侄兒謝遠率領百萬虎兵前往前線迎戰，100萬對100萬，實力懸殊到令人絕望。呢場戰役直接決定東堂生死存亡，一旦戰敗，謝氏一族必將滿門抄斬。就係呢個命運關頭，身處後方嘅謝安做出咗令所有人費解嘅舉動。據細說新語雅量記載，前線淝水之戰打得天昏地暗，謝安卻喺別墅之中安閒同客人對弈。棋局正酣之際，前線追事送嚟戰報之書，
謝安接過信件，匆匆一瞥，隨手放低，一旁面上毫無波聲，繼續落字下詞。身邊客人按捺不住心中焦急，詢問前線戰況。謝安神色淡然，一邊下詞一邊輕聲答道：少爺弊大破竹，就係為度名士追求嘅雅量拱風，喜怒不形於色，臨大事而心不亂。但謝安真係完全無動於衷嗎？歷史留下咗細緻嘅線索。棋局完結，謝安起身走入內室，經過門呢之時，因為內心過度興奮激動，竟冇發覺腳上木屐嘅刺硬生生撞斷喺門檻之上。呢個細微細節被記入部書同細說新語之中，道盡咗雅量嘅真義。雅量唔係麻木冷漠，唔係冇喜怒哀樂，而是縱使內心洶湧澎湃，為咗安定人心、穩定大局，依然憑直定力，保持從容真正。謝安憑住一身雅量，穩住咗動搖嘅軍心民心，最終迎嚟呢場以少勝多嘅歷史奇蹟。從新廷淚水之中，我哋讀懂國破家亡嘅忍良；從謝安斷劇嘅細節之中，體會到雅量背後極致嘅克制與心情。到此，哀顧名士嘅精神絕唱亦都圓滿落幕。回顧完新廷泣淚謝安易旗嘅故事，呢段跨越1700幾年嘅歷史旅程，亦都走到尾聲中。官位綁名士嘅狂放、風雅、悲情與執着，合上細說新語，一個最深刻嘅真相浮現眼前。權力博弈之中，靠篡位與殺戮奪天下嘅司馬氏，表面上係贏家，但流芳百世、確立精神長河之中嘅真正贏家，卻係呢班受盡打壓、飽受磨難嘅圍點嘅名士。呢實在係一場溫柔又深刻嘅歷史反籠。司馬氏建立嘅王朝早已煙消雲散，昔日權勢與功績亦都化為塵土，但嵇康迎祥琴音，遠值窮途長。啲謝安從容棋局憑藉，細說新語流傳至今，成為華夏文化之中高貴不屈嘅精神坐標。劉義慶以筆為引，完成咗一場文學與歷史嘅革新，唔再執着於記錄帝王、征戰霸業，而是將筆墨聚焦於人本身，記低一個個獨立鮮活嘅靈魂。如何喺惡劣命運之下活出生命嘅尊嚴與美感，想要領悟細說新語對現今人心嘅啟迪，先要把握唯動美學嘅核心，至真至情。傳統儒家思想講求發乎情止乎禮，壓抑內心真實情感，用規矩促成天性。但細說新語之中嘅名士，執住守護本心與真情，坦坦蕩蕩面對七情六。細說新語生逝裏面兩段故事，至今依然令人動容。名士純勤鍾愛妻子，冬夜妻子高燒不退，亦竟然赤身走入冰天雪地，凍涼身體之後，再返屋企貼近妻子為佢降溫。無奈妻子最終還是離世，選勤悲痛萬分。有人吩佢：世間貌美女子尚有許多，何必執迷？選勤生心回應：佳人難再得。縱使妻子德行並非完美，但佢嘅容顏與真情，世間無可替代。1年之後，荀家亦因過度哀傷離世。年僅29歲。另一段故事主角係竹林七賢之一嘅黃蓉，深愛幼子夭折，黃蓉哭得肝腸寸斷，好友刪簡前嚟遷宴，同佢看開些，莫要過度悲傷。黃蓉含淚講出一句千古名言：聖人忘情，追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意思係至高嘅聖人能夠超脫七情六欲，凡俗庸人唔懂得珍惜真情。世間最真摯濃厚嘅情感，恰恰係我哋呢一班人所執守。係個生命隨時消逝嘅黑暗年代，心情與雅量相融，換就咗獨特又矛盾嘅生命美學呢，並非軟弱，而係面對無情命運最尊貴嘅反抗。屠刀可以孤奪性命，權勢可以操控世事，卻永遠奪不走人心中純粹嘅真情。名士們用滿腔心情對抗冰冷殘酷嘅政治，用尊重人性本心反抗僵化虛偽嘅禮教。呢份溫柔卻充滿力量嘅情懷，正是衛國風度最動人之處。時至今日，我哋雖然唔會面對衛道時代嘅生死威脅，卻同樣飽受精神困擾。繁雜嘅人際交往、世俗評價束住自我虛榮與誘惑環繞身邊，無形嘅枷鎖逼住人失去靈性，變成按部就班嘅工具。好多人奔波勞碌，忘記咗真實嘅感受，忘記咗如何真心待人，連放鬆都會心存不安。當你感到疲累、焦慮，心靈被流逝耗盡之時，不妨翻開細說新語，回望呢班係亂世之中能扎前行嘅古人，聽一聽嵇康臨人嘅廣陵散，明白獨立風骨係任何人都溫斷唔走嘅尊嚴。看一看遠夕隱狂避世，懂得無力改變環境之時，守護本心與世保持距離，係最從容嘅自處之道。讀一讀謝安易其韻心，
學會面對人生風浪，保持沉着冷靜。細說新語，從來唔係教世人逃避現實、故作瘋癲，而是展現出人類精神可以抵達嘅高度。書中倡導嘅越明交而任自然，就是教我哋扔脱外在虛假措辭，回歸最真實嘅自己。你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身價值，亦不必刻意迎合世俗眼光。只要心中保有對真善美嘅迷惘，珍惜世間真情，堅守人格尊嚴，你內心就會擁有一片自由廣闊嘅天地。歲月流轉，王朝興衰終會隨風而逝，但細說新語記低嘅高潔靈魂，就如生澤明燈，穿越千年歲月，繼續照亮後人前行嘅路。呢部書唔係冰冷嘅古文，而是一封寫俾現代人跨越1700幾年嘅心靈書信。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陪住枕邊閱讀，走完呢段充滿風骨與感慨嘅歷史旅程。如果呢段故事觸動咗你，又或者你從知康琴聲謝安棋曲之中感受到跨越時空嘅精神力量，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感悟。若呢個頻道嘅聲音曾經陪伴溫暖過你，記得訂閱點讚，亦都分享俾身邊嘅親友。無論你而家正在忙於何事，不妨放鬆身心，放下所有負擔，願你往後一致擁有平靜踏實、清醒自在嘅心境。我哋下期再會。